生日快樂！嗱，今晚咧在座咁多位嘉賓朋友，係咪好開心咧？好多都係粵曲界、粵劇界嘅資深嘅嘉賓啦，你嘅鐵粉啦，同埋你媽咪，同埋你遠道而嚟嘅姨媽，係啦。係，好多謝大家嚟參加我嘅生日會啦嚇。首先真係好多謝大家係嚟呢個日子嚟到支持我係啦，非常多謝大家。好，咁我哋咧，阿妍妍你自己咧私人影下啲相先。好啦，我哋音響部，大家準備唱生日歌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首歌，祝妍生日快樂，身體健康，事事如意，福壽與天齊，慶賀你生辰快樂，年年都有今日，歲歲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賀你生辰快樂。歲歲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大家一齊同妍妍講聲生日快樂 ，Happy Birthday！ 2、1，生日快樂！開心好啦，點蠟燭我哋。呢個環節就係你許願嘅時刻啦，係啦。我哋許個願先。係啦，許個願先。羅媽媽同埋關清老師同埋啲姨媽親戚朋友咧上到台前咧，同阿妍妍影翻張合照先。好啦，點咗上前。粉紅色背心嗰位就係阿妍妍嘅老師，關清老師。老師啦，李梅姐啦，契媽，萍姐啦，同埋條萍姐，辛苦晒大家。攞呢個小燈籠攞出嚟啊！係啦，咧都會有一個粉紅色嘅利是封。每一台都會有一個粉紅色嘅利是封，每一位嘉賓喺每一台自己攞一張先嚇。自己攞一張。大家咧先攞出粉紅色嘅利是封。介紹下阿妍妍咧就嚟緊嗰啲演期喎，演期咧就好頻密嘅喎。咁咧嗱，而家已經係5月啦，係咪？咁佢咧喺5月。
13號、12號咧就有一個喺尖沙咀度溫嗰啲粵樂協會咧，就同阿契媽唱歌喎。咁5月14號咧就喺高山劇場啦，就會唱呢個《牧羊哀歌》。咁咧喺5月16號咧，就同阿契媽咧就喺西九龍文化中心就做呢個去國歸航。呢個係一個折子戲嚟嘅，係一個比較咧好請咗好多啲嘉賓啊咁樣嘅。如果大家咧睇下契媽有冇飛啦，5月16號喺西九文化中心做呢個折子戲。再望下先啦。好啦，做完呢個折子戲呢，5月19號呢，亦都喺荃灣大會堂嘅日場呢，就同阿 T T 校長呢就唱歌喎。5月21號呢，亦都喺葵青嘅劇院。咁我同埋在座有位同學馬少玲呢，我哋又會有一個演出嘅。再跟住好緊密啦，5月22號呢，亦都係喺呢個高山劇場。5月24號呢，亦都係喺高山劇場。跟住呢，就6月7號呢，亦都係喺呢個高山劇場嘅。嗱，如果大家要買飛呢，就係6月15號同埋16號。咁呢就係一個折子戲嘅購票嘅。咁如果大家呢，就可以即係而家呢個時間就可以去門票嗰度買飛啦。係啦。嗱，不過好似呢都賣得幾多噶啦，即係嗰個票賣得幾好。咁6月21號呢，就會喺深圳戲院呢，就同T T 嘅一齊又唱歌。嗱，但係呢，就我哋都想介紹一下呢，佢嘅歌唱，羅賢嘅歌唱係6月27號。哇，歌唱啊！大家真係要密切留意，盡快去買飛嘅啦喎，使唔使？係咪買飛㗎？係唔使嘅，係派票嘅，葵青劇院。就雷霆曲社主辦嘅。咁咧而家因為月華姐咧就可能就嚟緊，咁佢可能咧就會帶一啲海報過嚟。就係6月27號羅賢嘅歌唱，佢個人咧就唱5支曲嘅，係啦。咁再跟住咧其實佢緊皮嗰個一路嗰個時間咧都好緊密喎，佢個演期嘅時間都。大家有冇睇羅賢嘅頂頭鎚啊？係咪大部分都有？有冇睇到啊？係啦，咁你佢係應該10月又再重演啊？係啦，哇！咁佢本來咧就應該7月咧就喺廣州嘅，但係可能係個場地嘅問題咧，咁就改咗，應該係10月咧就會再重演。咁如果大家就留意，真係要購票。係啊，未睇過嘅觀眾咧，一定要大力去支持，買飛嚟再睇一睇呢一場。係，冇錯。盛演係啦。咁咧應該係7月20號，阿慧書，你係咪7月20號有個歌唱？慧書係咪啊？咁咧阿羅賢都會演出個慧書咧，就應該又係唱幾支曲喎。大家就多多支持啦嚇！俾啲掌聲，多多支持。係啊，我哋呢兩位啊，係啦，呢啲新秀，年青新秀嘅，冇錯。咁但係都係派票。嗱，如果大家有時間咧，有時間翻廣州嘅咧，咁咪一齊去啦。係啦，就8月8號。8月8號咧，阿契媽咧就喺廣州咧有一個生日嘅歌唱。哇！契媽，你有個生日歌唱。哦，嗱，8月8號，如果大家咧有啲時間又抽空到嘅咧，就一齊上廣州，好唔好？吃喝玩樂兼睇 show。契媽想問下你係咪包晒我哋嘅係咯食住？係咯。嗱，契媽舉咗手啦，係契媽舉咗手噶啦。係啦，咁咧佢都係歌唱嚟嘅，應該都係唱5至6支曲嘅，又係。得㗎啦，阿肥媽係啦，好有中氣啊，唔怕。冇錯，係啦。咁阿肥媽話唔夠添啊，5至6首。咁當然佢個排嘅期都應該係9月啊、10月啊、11月都已經。哇，滿啊！嗱，好似應該我記得係咧5月24號咧，亦都係派票嘅咧，就係做佢一個嘅短嘅長劇。咁佢做咩？做中篇嗰啲咁樣啦。中篇啊，咁佢做咩咧？官偶橫琴啦，哇，正啊！節梅巧語啦，同埋呢個脫證有陪嘅任白戲寶。
係啦，大家佢係熟悉嘅任霸戲做寶。日場咧就做3套戲，但係佢嘅夜場咧繼續做啊，哦，好就啊。係樓台會嘅涼棚，係5月24號。咁啊，大家如梁祝果嘅故事好好啊。係啦，而家應該都又開始派票㗎啦。咁大家如果咧就揾啲票可以揾下校長啦，但係啊係我又唔知道夠唔夠票。唔夠票嘅，我哋再開多一場，加場，係啦，咁咧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，多多支持係啦。咁如果將來譬如佢做佢嘅比較係佢個人嘅演唱咧，去請一啲佢嘅老官啊朋友咧，資深嘅咁大家多多支持就出嚟買票啦。哦，咁啊呢個一定啦，因為咁多國家級嘅資深嘅係演員，我哋一定會係購票嚟到支持係啦嘅。，咁你應該咧就有一個2027年嘅咧，就應該都係雷霆曲社嘅，就係應該好似同阿黃新輝。哇，拍檔喎，係啦，同阿黃新輝一齊咧，我哋嘅藍花旦喎。係啦。咁如果呢一個咧，就大家都希望你哋多多去支持啦。總之每一場都要多多去到支持捧場，係咪？係啦，咁你希望大家咧，嗱呢啲如果有啲啲嚟緊期啊係啦，嚟緊我哋都好多資訊咧，都會喺阿立啦、阿立網啦嚇，或者好多嗰啲場館嘅大堂咧，都會有poster 出嚟㗎啦。咁其實咧，佢都係想搞一個大家一個戲迷嘅一個會嘅，咁但係而家咧都係好啊籌備當中。哦，有啫，籌備當中咧，咁啊希望如果到時大家即係有羅大爺嘅粉絲會啦。係啦，大家知唔知佢其實叫羅大爺，有啲人就叫做小羅㗎嗬。係啊，我都係今日先知道嚇，佢咁多花名嘅。係啦，咁咧就希望大家咧，如果到時係無論係派票啦，或者係購票都好啦嚇，都支持啦。係啦，最緊要如果真係購票嘅咧，大家一定要去啦。咁啊嗱，而家係6月15、16號， 6月份係啦，好快㗎咋就做戲嘅。做戲啊！佢應該同阿千言咧就做18相送，哦，咁啊做咗一套咧，應該就係龍女洞房，咁咧就係購票，咁啊希望大家咧都落力啲去買票啦，係嘛？雖然個票唔係好多，係嘛？但係大家都希望支持下嚇。大家支持下，同埋咧留意下個票房咧幾時係開始購票啦。咧都會有你哋偶像嘅延展嘅相喺度嘅喎。好啦，大家攞咗你哋每一席嘅圍獎嗰個晚年嘅吉祥語未啊？俾啲回應我聽下先啦。好，吉祥語啊嚇！咁我哋有5份嘅圍獎咧，已經喺台面㗎啦。咁啊請出咧就係阿妍妍嘅戲曲導師，我哋國家一級演員關清老師嚟到台前咧，為我哋抽呢個圍獎嘅。關老師你好。好啦，我哋會有5份嘅，咁先抽出第1份咧，係呢一個充電寶嚟嘅嚇，咁充電寶上面咧會有阿妍妍嘅相片嘅喎，哦係啊，幫我哋抽一個啊！嗱，聽住啦，每一席係萬馬奔騰。1號 number， 繼續，唔好俾佢停，繼續。咁第2份咧係花菇嚟嘅喎，就係每一隻嘅駿馬騰飛，今晚可以翻去炆下冬菇、鴨掌啊嗰啲咁啦嚇。好啦，另外咁第3份禮品咧就係暖水壺嚟嘅，保溫壺嚟嘅。好啦，每一隻嘅天馬賜福，嗱聽住啦喎，
落嚟嘅咧就係雨姐。好啦，關老師，我哋抽多一個。圍獎咧就係每一隻嘅金馬迎科座，我哋今晚要晚宴啦嚇！好啦，大家就座，我哋揮動嘅閃燈棒，俾啲歡呼聲，請出我哋今晚主角粵劇新秀羅大爺。
下面咧，我就邀請我一位已經係相識咗10幾年嘅同學，我哋鄧慧書小姐上嚟同我哋唱翻幾首歌，叫做《寒江雪》。咁其實呢首歌咧係粵語流歌同埋粵劇一齊結合埋嘅一首流歌嚟嘅，係好。
否必能看透我人生河？未必为难忘有过，哪怕无人知我。想走过，不见旧颜色，台上珍重，似是你亲自的落魄，他是一血来过，惜莫弃，惜莫忘，谁是水手起落，江北岸上离合，如光我。山开合，锣鼓声幽默，戏中清醒外人，听谁说？万众喜怒哀乐都有分墨，怎知长春又如何？百鬼心会绝我，乱世浮萍人看烽火人生河，未必为难忘有过，哪怕无人知我。小人走过，不见旧颜色，台上人残烛，心事已别过。青葱的落魄，他残续一血来过，惜莫弃，惜莫忘，谁是他？你方长把我的伤，莫笑风月心，莫笑人问他。一望也怎能将它轻忘？到无情，到有情，怎思量？多謝，實在記唔住。咁啊，後面呢首歌咧係一首應該可以叫做粵曲流歌，一首見工送禮。其實呢幾首歌咧，上一次咧好似係要票價580蚊先至聽得到嘅。情相別，背子。
先？咁咧，下面呢首歌咧，我要請出一個重要嘉賓，我嘅媽媽上嚟，媽媽唱歌㗎，媽媽都唱粵劇㗎，咁咧唱一首千千闕歌送俾大家，有識唱咧都可以一齊唱嘅。你錫爸媽媽啦，冇親切就呢個啦。我平時好肉麻㗎，俾啲掌聲我媽媽好唔好啊？多謝。長長回望，曾屬於彼此的晚上，原來是你贈我的心中豔陽。沿途上路，期望可體恤肩肩量，未曾離別你，路也許孤單得陌生。一瞬間，太多東西要講，可惜即將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這刻盡凝望。來日縱使千千闕歌，飄於遠方我路上。來日縱使千千晚星，亮過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這宵美麗，亦絕不可使我更欣賞。因你今晚共我唱。都幾好聽我係遺傳到我媽媽嘅音色。大家，多謝大家。才動感哀傷的片量，原來全是你，令我的思憶漫長。何年才又可今宵一樣？回眸望亮，讓眼睛講彼此立場。當某天雨點的拉你窗，東風聲吹亂了構想，可否抽上這窗舊模樣？來日縱使千千闕歌，飄於遠方我路上。來日縱使千千晚星，亮過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這宵美麗，亦絕不可使我更欣賞。因你今晚共我唱。多謝大家嘅光臨啊！多謝多謝。嚟緊10號呢個咧，除咗母親節之外，亦都係妍妍嘅正日嘅生日。宵美麗，亦絕不可使我更欣賞。因今宵的我可共你唱。你哋識唔識唱啊？你哋唱好啊？來日縱使千千闕歌，飄於遠方我路上。來日縱使千千晚星，亮過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這宵美麗，亦絕不可使我更欣賞。因你今晚共我唱。來日縱使千千闕歌，飄於遠方我路上。來日縱使千千晚星，亮過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這宵美麗，要洗不清今晚我所想，因不知那天
歌嘅。有一首歌㗎啦，啊好啊，攬住阿媽錫啖我。冇，我怕醜嘅。啊下面一首歌咧就係朋友送俾大家。和你同路，從不相識開始心接近，往往已真知道人，人生如夢，朋友如霧，不知心幾經風暴，為着我不去半步。正是你，遙遙晚空，點點星光息息相關，你我那麼點的步步路，替我解開心中的孤單，是誰明白我？情同兩手一起開心，一起對唱，彼此分擔總不分我。你為了我，我為了你，共度患難絕望裏，緊握你手，朋友。大家可以揮動嗰個小天棒或者呢隻手攞出嚟做下啦，大家一齊。識唱嘅亦都可以跟住一齊唱。繁星流浪，我哋同路，從不相識開始心接近，我們已真知道人，人生如夢，朋友如霧。難不知心幾經風暴，為着我不去半步，正是你。遙遙晚空，點點星光息息相關，你我哪怕荊棘鋪滿路，替我解開心中的孤單，是誰明白我？情同兩手一起開心，一起悲傷，彼此分擔總不分我。或你為了我，我為了你，共度患難絕望裏，緊握你手，朋友。點點星光息息相關，你我哪怕荊棘鋪滿路，替我解開心中的孤單，是誰明白我？情同兩手一起開心，一起悲傷，彼此分擔總不分我。或你為了我，我為了你，共赴患難絕望裏，緊握你手，朋友。多謝晒羅媽媽。羅媽媽出晒汗啊！羅媽媽唔使緊張啊，佢哋都好錫我嘅。個個都好錫啊，妍妍嘅。咁咧，唱完時代曲嘅環節咧，下面咧我哋又唱下粵曲咯喎。攞張貓紙出嚟睇下先啦。係啊，
下面呢首歌係乜嘢咧？打金枝，咦？你又知嘅？你有內幕消息嘅？打金枝咁咧，你拍檔係邊位啊？我拍檔係邊位咧？係咯，邊位啊？好神奇嘅邊位咧？好想打你啊！今日啊！今日好想打我嗰個年紀好細嘅，好細啊！係啊！大家估下嚟。我哋掌聲歡迎張新瑤小朋友。哇！新兒小朋友。好靚啊！佢兩個。哎呀！乜嘢啊？哎呀！阿丑啊！唔驚喎，唔使驚喎。好。小朋友咧，見到咁多人咧，有啲怕醜啊。怕醜好緊張啊，係啊。咁咧，我哋下面咧，首先請咗我哋嘅余仲恩小姐，係咁啦，我哋就唱一支，估下咩歌？唔使估喎，大家都好熟嘅呢首歌，唔係優扣，係十差熟嘅。任霸氣寶啊！咦，不是聚燈花，何以花街之上閃閃生光，仲紅紅地添㗎噃？玉花釵影，要小心啲向地搽。花街有光有彩，似是紅玉和玉葉。哦，燈光反照樂園也像新增希望人，紅葉帝苑是真，新君風雅不再受狂風浪跌爭。經猜過暗插，花枝冷月下，似玉蟬倒掛。新柴經驗詐，此月他樓下，將紫釵自共話是六位嘛。小姐慢行，請看我手中黏的可是紫玉釵嗎？哦，這書生徒有潘安貌，下烏角色無雙玉牙。求把珠釵還於最差人，但須放佢討盡便宜話。秀才報上名來。好，世人識作長安客，願接禪公貴，來伴玉屏花，開簾風動雅俗。而是故人來，我便是富士人也。哎呀，哦，萬不了夢中人，不住蓬萊仙動，卻住曲頭巷口。第一家，我姓李名益字君如，排號十郎，家居江夏。我未見夫詩人，以愛纏綿詩章句，誰料詩章句
是緣分也。這猜作回問，願快石榴裙，奉上珠釵定婚嫁。初邂逅竟覺得才郎論婚嫁，經手良教家，歷劫不再是千金價，怕落託不配攀絲馬，親恩不到我未能受禮茶。莫欺郎才華風霜百劫，你十郎未有家。若無你才華，在衡陽曾獨霸。我亦是中舉夢上換柳芽，心暗自愛慕他，莫非三生緣分也？自覺心酸，自慚未變化，怕落那坎空浪花。休說地變化，他朝堂風世，永望終有日吐揚眉華。虛顯笑話，空對才華，驚怕明似秋霜風雨斷愛牙，驚怕落託心魔溫雪玉有瑕，哎呀他藝繡家。歷劫珍珠不得怕望淚灑，你嫁於我十郎吧。伴無心掛於水風茶，哎呀我如何能辨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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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仲恩。妹妹，我哋俾啲掌聲鼓勵下佢好唔好啊？嗰陣時咧，我上台啊，我腳震㗎，係啊，我哋小朋友已經好犀利啦啊！咁咧，下面咧一首《打金枝》送俾大家。你唔好唔捨得鬧我喎。公園裏路用怒氣高聲亂罵，倉公那服你管叫妻錢咁重價。公咁遠，公分為誰？他自公花利益，通責受擒拿，你捉點違規打活呀？我夫光振起金弓，話國怒喝聲震牙。不馬亨誰為愛情，定要盤查？我收粉為你面泛紅霞。我讀對文件莊嚴，幾層錯內，怎知道要平價租詐嘛？哦，我依家以為你怒氣沖沖，所因何事？嚇原來係為是區區小事。係啊，人仔細細牙尖嘴利嘅，捨得失禮你還說小事？如果你怪我失禮嘅，咁就係你不知大禮啊！哦，大女尊貴神阿無根，今夜我恨總責罵。不該似
嬌似傲帝女花，你不守家規，禮貌有錯差，屈膝信你華堂鳳鳴茶。要今次求實在笑話。你專顧敬用微笑話，我玉女難大寶在你家。堂上禮未許作罷，你分明囂張有心，應該責罵。傻駙馬亂光兼亂罵，難作罷。要我跪拜聽你話，君臣喜用亞運，唔願判高下。帝女無欺敬宇宙，豈有跪拜變身價？你縱是龍廟鳳蕊，都以為神民家。玉女我已奉嫁，你自那福為副駕咋？你仲我已亂套，令我咬碎如銀牙。既是連並帝共定解話，媳婦下跪求擁護，何算是得笑話？名分係你在下，你是我枕邊人，焉能為君臣名而把上禮罷？規戰應分明，豈有玉面拜神下？今次玉面拜神下。你是無藝規野人嘛？尊卑不配堂前奉命查。哦，你既是帝女尊榮有身價，又為甚分家？假如我這匹膚似寒鴉，如霜碧，我豈枕下？我不是民家女，我不是民家話。你入得我門變成我家下，起到你亂說根牙，說甚君臣？君臣命分那歌下，你是我個忠臣，不過得兒女鐵先嫁。威戰如樹，有你身價，怎樣運已沒光莫似公務第一鬧我啦，開始。若不是皇恩浩蕩，豈能稱王稱霸，享盡繁華？未敢藐視帝王家，更未敢功勞自誇。往事如煙，望未也記否當今聖上回籠家，千世熟戲經話。你記否安祿山為戀楊妃而起兵人，那時攻破了皇城，若不是我一門忠勇啊，呢父王又焉能重返京師啊又？仲有功勞眾多馬，難顯呢個金枝玉葉女，銀冠富貴花。你國家仲有功勞，父王都已經封了位極人臣啦。但係官職雖大，不過
哪裡啊？唉，激死我啦！什麼富貴花，什麼好升價？皇城門步風堅下，龍樓鳳閣成敗雅，將後王者乃誰家？歌中綿長，終兩烏家，此乃天差呀！若不是我一門中勇，保山河敗寇成王，都已是別人天下。你啊，撳功化都變作野山茶，怕是雲歸古道，夜鬼回崖。一派火焰多欺詐，非本地皇家。居公子大有花意，周明聖上把罪夫捉拿。我理直氣壯何須怕？你莫將權勢欺壓富家。小小皇后未傳眼下，你有在嗎？偏要話你敢罵是我敢打。你仲有包天大，讓也不敢把。哎哦，原來我嘈輸咗嘅，好，俾啲掌聲鼓勵下。心瑤妹妹你好哇，靚有花啊！花，哇，多謝多謝多謝。大家都好想，你幾多歲啊？大家都好今年想知道阿心瑤係邊一位啊？阿瑤瑤6歲， 6歲6歲咋？啊哇，幾犀利啊！好似聽講話係你嘅戲迷嚟嘅喎，成日嚟睇你嘅喎。係啊係啊係啊，係咪啊而且佢都好中意粵劇啊。咁咧，未來咧嘅粵劇咧都要靠唔係啊呢啲小朋友去係啊去帶領。係咁咧，周心瑤小朋友咧6月21號喺西九演出，咁咧大家咧係籌款嘅演出係啦，咁啊演出打金枝，大家有時間咧可以去支持一下。好，多謝多謝多謝你，多謝晒。面咧，我哋有請我哋嘅張美鳳小姐上台嚟同我唱支歌仔。其實咧，今日我邀請嘅各位名伶嘉賓咧，都係我嘅同學嚟嘅，來言 Happy 等於係 Birthday，同學。咁咧，阿仲恩咧係老師嚟嘅，其實係啦。咁咧，其實我哋都係演藝度我哋同窗幾年，係啦，有一段經歷嘅。咁咧，下面一首《分飛燕》送俾大家。阿哥你好，來言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可以一齊唱啊！分飛萬里，隔千山，離離似珠，卻隱玉際仍在眼，欲訴別離情無限。匆匆怎說情無限？又怕情深一朝淡，有浪愛海翻。空借往事成夢幻。只願誓盟永存在腦間，音訊又疏懶。我知道㗎啦。你啊，成日都唔覆我啲 WhatsApp 啊！唉，我忙啊嘛，我都唔想啊，你唔好嬲啦。轉眼歡情何太暫，轉眼分
離緣有限，我不會負情害你心灰冷。知你睇唔到 WhatsApp，好陰公嘅。哎呀，難捨分飛冷落，怨恨有幾番？心聲託付紅與顏，叔父話兒莫厭煩，你莫教人為你願孤單。係咪要例牌嚟個推我？好啊，我哋行靚啲。只願歡情何太暫，轉眼分離緣有限，我不會負情害你心灰冷，知你送君忍淚難。係啊，難捨分飛冷落，怨恨有幾番？心聲託付紅與顏，叔父話兒莫厭煩，你莫教人為你願孤單。多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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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樂兒。咁下面仲有嘅，食飯啦！你哋食多啲，食得開心啲，係。咁下面咧呢首歌咧係狄青闖心關，我哋再次邀請我哋嘅鄧慧書小姐上嚟。我再三着意情，全差未算難，監獄變色，駙馬心中有心煩，願意解憂把你恨水輕消散。手中如擔，千軍積壓難盡散。莫非知願成恨，父王事君已漸閒，駙馬心中受不慣。非也千拜萬拜人慈善，此因此得做黑名神間。公主，你一猜就猜錯啦，哀家猜錯了。係頂啦，公主。國王對本宮還說是恩重如山，並無怠慢之處啊，仲有怠慢啊噃。點呢？看在公主嘅份上，亦都算啦。駙馬之言得亦是道理。這一猜錯了，待哀家再猜一次啊！好啊，公主請。只見駙馬偷偷嘆，不禁為你輕輕彈，無妙計，猜得心意緣何有辦？再猜君心意，莫非夫婦熱情漸冷淡？兩下情甜仍未淡，夫妻恩愛猶如煙未淡。情未淡，
主，你再猜又猜不中啦！我哋夫妻朝夕不離，萬般恩愛，並無半點冷淡㗎。哦，如此說來，哀家又猜錯了啊！公主你猜錯了，深宮情同並蒂花，共融愛海情無限。伏在山，輕輕猜夫君滿腹心中怨，西度西餐，不知為何恨暗花。莫非負了情，君你負了情。非呀，心意愛向拈花送柳任往還，怎會愛向拈花送柳負你情風花雪月不得會探，任有舊天使對他彈擲世間，不得相責他。任我冰心入那片無言自暗茶，問句嘆郎你為何受淚花？一雙夫婦多恩愛，心中忍地怨，你今宵數遲時間，夫妻相關。公主，我謝你前面無限天，又怕雨衝多冒犯，夫君後可再三。夫妻人心似漢藥，豈忍夫君抱恨滿心間。多謝，多謝慧書。多謝羅瑤。咁啊，下面呢一首歌就係《幽媾》啦。啊，呢首大家耳熟能詳嘅歌。咁下面呢，我哋有請林心玲小姐。心玲姐咧係我嘅師姐嚟嘅。我哋一齊演藝都其實都有同過班，係咯，一齊上過基功課。咁下面一首《幽媾》送俾大家。好似女仙光翻尋，去興隆江山，興隆江山。莫非冷天蔽月華，他與終極之迷途，迷途錯歸家，係唔係啊？唔係，莫非記在柳蔭下，悲風霜恨天涯。非關有意負追查，夜半放齋欠奉茶。你莫借世相送藥茶，我借盞抽燈，你小心歸去吧。世間女子又話有無家之理，真嘅你，真嘅，我知啦。莫非天仙姐姐愛我瀟灑，所以偷
細水韶華，玉鳳敲情花再問啊！小姐，你是否聞君新寡？唔係係啊！哦，你未嫁㗎？我獨處心歸未間。係啊！既是天仙未嫁，咁就亦緣也，福分也。想下心中驚怕，想六有心中驚怕，點解會相見？相見招書下。君心有盼，君心有盼，君不美一拜先潘下。風吹飛花有心，報與君在佛前為你灑。只令龍心去我萬情話，真與假確未有差，只係要受假。一般貌似花，丹青先知兩瀟灑。萬年培育難笑為了緣話，找個丹青嫁咯。咁鴛鴦像愛同夢去又怕冰肌凍，將葉黃又怕，我唔怕唔怕，又怕人硬拼衣間撇足了兩三下。花月照香給這迷唱樂你他。多謝，生日快樂，多謝生日快樂多謝多謝多謝心靈，多謝。多謝。好啦，咁呢嚟到我呢個節目嘅尾聲啦。咁下面一首歌呢，呢首歌都大家都識唱嘅，一齊唱。係啊，可以一齊唱啊。咁呢一首《鳳閣恩仇未了情》，咁呢我哋邀請我哋嘅吳敏婷小姐上嚟。生日快樂！多謝多謝。異國情緣經夢散，空餘一點情淚，十青衫馬。一葉輕舟去，人間萬重山，鳥南飛，鳥南返，鳥兒比翼何人在歸還？愛我何負擔？有體淚，莫愁煩。人生如朝露，何處無
願願青山。面模糊黑，我見我無限，願為你浪漫路痴眼，君莫地功名。萬事變後莫等閒。我有冇大髀坐啊？向前邊無有數，山歌追夢行，流水落花春退顏，天上人哪間？但你獨自無憑無限光山地不與天藍，愛郎情未冷，情因那葉輕走去，一齊唱啊！更加萬重山啊！要南飛，要南返，我一再歸還，愛我孤何孤單？大力啲嘅掌聲，俾多謝燕燕同埋吳敏婷小姐，多謝兩位。好，幫手。誒，阿燕燕你要留步，係唱咗咁耐歌，爽唔爽啊？爽啊，爽啊未夠喉啊，仲未夠喉啊？啱開聲嗱啊，大家都好擔心，好錫住你係啊！唔好唱住啦。啊，咁我哋不如同在座咁多位嘉賓敬酒啦，咁啊祝壽好唔好？好，好，咁啊，金福先生、梁金醫生，係祝阿羅大爺妍妍生日快樂，身體健康，飲杯。預祝阿妍妍呢係班運亨通，喺演藝路途呢更上一層，飲杯。萬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飲杯。妍妍，你有冇咩嘢説話再想同在座嘉賓講下嘅呢？首先咧，再次多謝大家嚟臨我嘅生日會啦。咁其實咧，
地球上嘅人口呢，有80幾億嘅，我哋相聚喺呢度係非常唔容易嘅。咁首先我好多謝所有幫助我嘅人啦，支持我嘅人啦。咁我都希望你哋可以日日咁開心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咁都希望我自己嘅演藝事業可以更加進步，做多啲好嘅戲、好嘅作品俾大家。俾啲掌聲支持下妍妍啦！係，多謝大家。嚟一張自己單人照先嚇。梁東風醫生抽出6位，搞勻啲喎。先係2個風筒先啦。第8隻5號，8隻5號，同埋2隻嘅3號。喂，好正嘢嚟㗎呢個，揾人嚟幫手。咩嚟㗎呢個？揾機嚟。我張台仔先得。好啦，第15隻嘅11號，15隻11號，第5隻2號。然後咧，我哋喺台前嘅一張大合照。啲飛可以俾我啦，啲飛可以俾我，啲飛可以俾我啦。黎醫生企中間啦，多謝。黎醫生喺邊？黎醫生企中間啦，黎醫生企中間。好，多謝晒。好，辛苦晒。梁醫生辛苦晒。多謝晒。落嚟咧就請出李碧書小姐咧，佢係贊助手錶嘅。李碧如小姐贊助我哋嘅手錶，搞先啊！第5隻4號，小妹妹啊！好，俾我抽獎啦！哇，好重啊！咁100蚊或者200蚊咁樣啦跟住啦第1隻，會唔會係妍妍自己抽翻嘅1隻嘅12號，第17隻12號。17隻12號，好嗱，你哋等一等先嚇，我第8隻12號，第2隻，第8隻，亦都啦，抽啦，企度先，抽完都企度先嚇，影張相先，係啦，問啦，係啊，自己攞啦嚇。唔好開嘢，我哋企度影張大合照先。好，第唔該打勻啲，好。18隻
18席2號。哇！嚟到我哋紅多多嘅呢張台啦，長長久久，哇！長長久久。8號17席4號，17席4號。係啊，隨便揀一張啫都係。嚟啊嚟啦，唔使禮讓㗎，咪咯，隨便揀，唔好插住啊，點張相先？好，東哥，中間心靈啦，心靈啦，好，多謝。好啦，第3席7號，3席7號，3席8號，即係有2位朋友喎，3席8號同埋7號。跟住落嚟呢個咧，2個 number 都一樣嘅。第3席3號。第8席喺邊度啊？7號，7號。跟大合照嚇，係，好，多謝晒。咁啊，接住落嚟咧，好，我哋咧餘下落嚟咧，剩翻咧就係20封。咁接住，好，你睇下肥媽揸住嗰個 cash。好啦，聽住啦，大 number 22席2號，就係16席嘅1號、16席2號同埋16席嘅4號。好啦，20席4號，20席4號，左一張右一張，係啦。4號，13席3號。仲有一位朋友18席嘅12號。OK, thank you. OK 啦，OK 啦，thank you。好啦，1號，15席7號，15席7號。阿怡，你幾多號 number 啊？好啦，去嗰度攞利是先。我哋有要求啊，要抽暈啲人，抽到去暈，捲到去暈。第1堂嘅4號，11席7號，11席7號。6席8號，第9席2號，第3席11號，25席嘅8號。好啦，派利是啦，派利是啦！派利是啊 ！Amy，喂，多謝妍妍啊！多謝。
雄哥吳振雄先生。你咁偏心㗎？唔得，太偏心啦，要加碼。你知我講咩㗎啦？第二隻做馬嘅，加碼要第二隻6號，二隻11號，加碼做馬。好啦，跟住好剩6號，加碼做馬，好，咁啊抽咗先啦。雙歐文啲啊！一隻4封，係咯。借幾封喎？好啦，聽住啦，借2封咋人哋。嗱，呢個加碼㗎嚇，第7隻5號加碼㗎呢個。第18隻嘅朋友喺邊度啊？咩叫話你哋準備啦嚇？校長，你哋影咗相先嚇，影咗相先。多謝雄哥，辛苦你啦！俾啲掌聲雄哥。雄哥好人嘅，次次叫佢加碼都肯嘅。你做馬，好啦，請出校長。咁啊，校長咧就贊助咧，亦都係500蚊4方。咁我睇邊4位啊嚇？再搞勻啲啊！夠勻未啊？好，跟住啲出嚟啊！我哋呢度好殘酷㗎，邊個做馬就要加碼4個。第6隻嘅13號，第8隻嘅6號，唔使灰心啊！係啊，我哋攞極都仲有㗎。嚟到何大爺現演出嚟。呢個係由肥媽佢嘅契媽張鳳萍小姐贊助嘅現金朋友，你媽左搖右搖。所有9號仔嘅朋友，9號仔嘅朋友啊嚇，9號仔嘅朋友，第17隻9號，跟住落嚟7號仔嘅朋友，7號仔，第6隻，跌落嚟。妍妍，你又做馬啦，同一個 number， 第2隻2號啊，2號啊，第2隻2號啊，要加碼啦，第1隻3號。係佢好幸運啦，佢即係抽到肥媽，咁我送俾佢好唔好啊？係咯，要加碼嘅。加碼！作為阿妍
借咗俾你先啊！阿契媽你想點啫？嚟啦，等我幫下你啦。哎呀，真係啊！多謝晒。嗱，呢封咧，阿女代表我抽啦嚇。好，當然打巡麻雀都贏唔少啊！嚟啦，終極啦，終極啦，終極啦！嚟啦，搞勻啲啊，盡量搞勻啲，搞勻啲！嚟啦，嚟啦，嚟啦，嚟啦！好，係。嚟啦嚟啦，好。冇啱，我仲有啲笑話先。幾張啊？好。係自己，我第一隻咩？你啊？真係第一隻啊！你咁 lucky 嘅，又係第一隻嘅。你眯埋眼都係抽第一隻嘅。係邊個嚟㗎？又再加碼贊助，再加碼，校長又係俾阿女嘅，冇啊！快啲自己講，自己講先。你咧都會贊助，我呢1000蚊我抽出去俾大家啦，好唔好？真係好，即係諗都諗唔到啊！我即係幾次都係一隻，真係冇做馬，真係冇做馬，做咗3次。唔係你淨係呢個都20-30次啦，係絕對。唔係啦，好啦，由羅大爺再攞翻出嚟贊助，睇下邊位朋友咁 lucky 啦嚇。有一次啊，係啦，好啦，快啲啦，再勻循啲，勻循啲，再勻循啲，再勻循啲，再擰轉後邊，喂，咬晒腰咁樣抽，係咯，嚟，喂，好，唔係我啊！第一隻5號，喂，咁樣玩法，人哋走流職員唔使走啊！第一隻5號，咪咯，你咁多，不過妍妍，你今日咁鬼 lucky 嘅你真係，咁錫你第一隻嗰啲，呢度好多人借錢㗎，呢度好多人借錢㗎，有機，今晚唔使瞓啦。我唔可以再抽啦，我來先。阿妍妍，你唔得，不如宣佈你1000蚊抽極都抽唔到。嗱，阿妍妍上翻嚟，妍妍你上翻嚟。我呢個咧，我就送俾我好尊敬嘅羅媽媽。羅媽媽，哇！好，羅媽媽就嚟母親節啦，所以咧就祝你母親節快樂先啊！真係5號啊，佢咬晒腰㗎啦，已經真係。多謝晒，真係冇計啦！我身為第一席，我都抽唔到，咪咯。好，多謝晒。好啦，好多謝大家今晚嘅嚟臨。咁啊，阿妍妍你嘅咧，再同我啲朋友影下相，又或者，因為咧佢啲演期都好頻密嘅，記得去到捧場。OK， 俾啲歡呼聲、掌聲啊！我哋嘅主角先啦。嗱，咁啊，約定大家，拜拜。係啦，唔使灰心啊，明年再嚟啊，知唔知？再見。